台灣知名 AV 女優吳夢夢經常喺社交媒體分享業界內幕。佢於6月19號喺 Threads 發文話，美國一名成人影片男演員近日確診感染 HIV，導致洛杉磯成人影片業界全面停工，喺預計至少停擺14日，下個禮拜先可能復工。佢感嘆話：無套真係有無套嘅缺點。佢仲提到，美國對從業員嘅健康檢測好嚴格，今次事件迅速控制，防止病毒擴散。之前就吳夢夢咧曾經回應網友咧就問點解歐美片少戴套㗎？話歐美 AV 業界從業員每14日要做一次全面健康檢查，無論有冇性行為都要接受檢查，包括各種性病篩查，費用約200至250美元。想快啲出報告，費用會更高。相比之下，台灣成人影業規範較鬆散。吳夢夢透露，台灣 AV 男優通常1至3個月檢查一次，主要針對 HIV、淋病、梅毒同埋菜花等。雖然有基本防護，但係頻率同制度同歐美有段距離。佢仲話，歐洲檢查更頻密，有啲地方7日驗一次，仲有推介檢查有優惠嘅制度。睇到呢度嘅觀眾，其實 JDD Mall 有提供唔同嘅性病自我檢測套裝，喺屋企都可以檢測 HIV、淋病、梅毒等常見性病，有需要就去睇睇。今日報道去到呢度，鍾意嘅朋友記得訂閱我哋頻道。